也没啦，确定些。四川노주头港的用语，很多路忙不些啦，确定进不进入。文章去了3小时半呢，几个了的，每日常用起罗送就送啊咱们。龙我等的技术，你怕一节每日常用起没罗等啊的情面，咱们个常用起的该用。姐姐切人们两个先的呢，切人个当局啦，先是弄着。没得感觉啊？你一点都没痛吗？对，来，吸口气，憋到，吸口气，憋到。我们妈妈生我们3姊妹的时候都是屋头生的，像生我们小的那个弟弟的时候，妈妈都好像痛了2天才生下来。女人生啊，天经地义的那种，就很容易的感觉，那种想的是那种应该是正正常常的，反正没得啥子生命危险吧，那种根本没想过。娃娃当时分娩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脸朝下，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一个挤压。关注一下他今天的大便和小便那些情况。好，然后蓝光继续照起哈。你看到了吗？我们这3个宝宝都是早产，是因为他们的妈妈都做了重活，就发生了意外。然后你的预产期要到了，你家离县城又比较远，还是要到提前到医院头来待产。我们都要当妈妈的人了，我们要为自己和娃娃的健康考虑，还是一定要到医院头来。哦，明白哦，叫我来看的是错。哦，我带的娘女弄了几个送的哦，带的娘女的店俺娘女都嘛送热了热，我求你给的我吃买我吃草嘛点我菜我热吃，看很准了的那吃买比的，他带的弄了几个送的哦，他慢着你我吃不吃面呢我吃弄了大姑子给可着吃，几路头的药热，他带的弄了几个送的哦。你咋会这样想呢？你在家里生啊，万一大出血了咋个办？家里做不了无痛分娩，你受得了吗？还有就是这一次万一顺产不下来了怎么办？在以前生娃的时候都是在屋头农村头生的，有些时候呢是妈妈的生命保住了，就娃娃就没保住的那种也多，生下来就那种来不及活那种的多得很，就那种还是很有，我们村子上都有。我还算运气好，平平安安的生下来了，这里。好了。最忙的时候脚不沾地嘛，就一直都在跑。你这边也在喊，那边也在喊，你都搞不赢到底哪边去？你屋头的人也很担心你，但是呢，没得那么特别危险的话，我们就尽量自己生，好不好？如果确实危险了，就该剖就剖。好，这些我们也不懂，这些就只有交给医生来。现在还是努力保持平静嘛。你看，今天我们来了个产妇，她想自己顺产，但是经过我们医生的检查，发现她还不一定能顺产。如果强行顺产的话，娃娃就会很危险。这种情况，我们就会选择剖宫产，保证娃娃和妈妈的安全。你想，你在屋头生的话，没有医生给你做检查，大出血了怎么办？娃娃出现问题了怎么办？哦，好，稍微等一下啊。这个等下办出院的时候一路盖章，然后这个本本不要弄掉了啊，不然娃娃上学要用哦。好的。哦呀。那你们来做。听俺了，羡慕的着了，刚讲很多。第二去看了俺跟都山没，第恐怕的那个呢，那热气的，第别别那热气热多。听俺送你弄你，那看了得带理由。自己不用花钱，都是零支付，政府还要给你800元的补助。
这个800就是雅江县政府给那个每个雅江县的那个农村户口，在我们医院生娃娃，给这个病人给的营养费和回去的路费补助。来称一下嘛。给你6块8那微信哈。好。下面。好。哦，明白。就给这次他热哦，但你，对，俺去我那带的送你我这么上哦，带弄起项目都看了热，对俺这次农民吃的，那点的带起你那弄起，我啥子这看了热么？太远了，突然发作怎么办？难道在山上生吗？你和娃娃的安全哪个来保障？像山上去，早上去捡松茸，中午就生了，下午还抱起娃娃回来，我感觉就是好危险啊！他们胆子好大，但是他们都觉得没得啥子。这么久了都没到医院头来，究竟有啥子情况也不晓得变化。加上你本身自身又贫血。从来到我们这没来做过产检，其他医院也没做过产检，然后就突然痛了就来了，我们就不晓得他是住院吗还是没住院，就叫空降病。现在哪个都不敢排除娃是不是长得好好的。那你给他拿下去，先去打个体操哦。有时这个孕产妇因为农忙或者是这个上山采挖虫草、松茸等这些情况不在其家中，我们会和区乡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一道等候其返回家中，甚至哪怕就是晚上，我们也要为其提供这个健康检查服务。为了确保母婴安全，这个是很确定的，你是没到那个10天的，晓得吧？没住满月，就是个早产。早产是必须要上一个那个帮助他自己呼吸的一个呼吸机，晓得不？呼吸机新的来了。马上。这个你们上。哎，宝贝儿。这个机器就准备用到那个早产儿身上，他现在还没生，但是他通气在了，就先备用到这。随着国家的投入不断的增加，我们的设备设施更加的完善。我还去了成都市妇女儿童医院进修了3个月，考了证，就有了应对处理早产儿的能力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设备和培训，只能建议家属去其他医院，这样会增加家属的经济负担，也会增大转院途中的风险。为了保证我们县的母婴安全，专门成立了一个民医工作室，我们就联系了省妇幼和那个成都市妇幼，还有那个就是宜宾我们的妇幼，定期聘请一批专家进来，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。我是那个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的妇产科医生。我们今天就简单讲一下那个分娩过后的一些，就是说需要怎么来照顾妈妈和小孩的事情。对俺子弄了没活弄的他的热，对娘女几三我呢，俺都可着嘛我呢成长我呢，对俺自己不对带弄几么空看着，几些么着的。那你老公是啥子意见嘛？让他跟我说。以前的话有那种风俗习惯吧，觉得生娃的那个地方是觉得有点脏，他就不愿意来。这个躺在屁股，这个手感哦呀，在这个就一起放，就是这种摇篮式。为了保证母婴院外的安全，需要家庭的支持和参与，特别是丈夫和爸爸的参与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开设了爸爸班。这个屁股就是往这个就轻轻的可以拍背。哦。现在爸爸现在是不像以前的那些，现在你思想那些也那个了嘛，进步了嘛，所以说现在你爸爸去做的还更多。恭喜你了，大爸爸！现在母子平安，感谢。都是你们每次来按时产检嘎？基本上都是达到时间就节点就来了。然后我们医生也了解你们的情况，处理起来也压力也不大，然后也很感谢你们。第一胎嘛，然后就相对是家里面跟着自己也比较重视，然后到那个成都去生的话，就医疗条件各方面就要好一点。第二胎在雅江生的原因是，首先是第一个是，感觉我们雅江的现在这个保健院的那个设备那些设施设备些了，比较那个
齐全，而且我们找那个医院的医生些也比较配的比较齐，都比较专业。你看这个天，现在是雨季，万一路断了怎么办？你要早点来哦，不然我们开救护车去接你都没有办法了。他给你输液的吧？我在这里上班也有7年了，我们的工作也1年比1年忙。那就1个月能生个40、50。那整整1年嘛，就300多个400多。现在要少一点，最近2年。往年都5、600。很多孕妇都愿意留在我们医院生产，这是对我们妇幼工作的信任和肯定。当然，确实也有一部分，他打完电话还是不来的。对，那就又反复联系。是，有没有可能就是比如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去到家里边看？也有催医，也有吧？催医。我们也知道，就住院分娩是大幅度提升孕产妇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措施。那么，对于降低孕产妇的一个死亡率，提高这个新生儿的一个存活率来说，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。所以在这儿也是特别呼吁我们广大的这个百姓，我们尽量的，然后实际上应该是必须的住院分娩，这样去提升母婴的安全，去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美满。尤其你碰见那种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找我来，没有问题。护士这个职业是家人帮我选的，但是下半辈子一直干这个工作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哎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给你办入院登记啊！加油加油！出来了，你太能干了，太能干了你。我的预产期是在11月，产检也是在这里做的。都说妈妈是伟大的，那守护妈妈和孩子的安全，应该也算是伟大的吧。如果人生有2道门，我们是其中1道门的守门人。